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国产猪标章哈。那么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桌顶上有各种不管是用猪肉也是牛肉所做成的菜肴，其中台南更作为全台第4大猪的生产养殖园区，所以更是爱来好推广。若是安心佮优质的国产肉品，除了物价好食，现在市府更推出抽好礼活动，就是要来鼓励民众多多来台南食一寡美味的料理。今天我们推广许多好吃的国产猪料理，也有吃又有拿，凡是你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店家消费，就可以得到一个小猪戳章，集满3只小猪戳章就可以参加抽奖。那奖项也是非常这个丰盛的，也希望说大家吃猪肉拿大礼，抽大奖。只要到有参与外带店家来消费100块，就会当砍一个囡仔。即满3个就会当来抽好礼咯。其中这个活动其实嘛相当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店家会搭配消费者所食的部位来搭，所以嘛借着活动来互囡仔了解因所食的是倒位。我们把猪拆解成几个部位哦，比如说你今仔来讲蹄膀那就来我们就往蹄膀去贴哦。所以我们同时其实这有一点点带着食农教育的一个意涵哦。在整个猪的身上，你吃了什么，其实你就在那上面会被盖到章哦。那只要集到3只小猪或者是呢，我们也有国产牛的部分哦，集到3只小牛哦，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若是想要知影倒位有配合的店家，嘛都会当伫网站上来查询。欢迎大家多多来台南食美食，摕好礼。总统蔡英文呢，伫进前来发布一个政策，就是讲要来开放美国的这个猪肉还有牛肉啦那么引起咱国人大家真关心这个议题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为着要来替咱的这个民众把关因为有的人可能烦恼讲这美国猪啦，或者是讲美国牛肉入来咱台湾了后，对着咱的这个健康啊，对着咱的食品安全较有应用。另外就是讲，咱台南市呢，伫阿未来合并升格进前，咱台南县伊本地就是一个农业大县呐那么伫这个当中有做侪畜牧业有人是饲猪，有人是饲牛。那么这个美国猪、美国牛进入来到咱的这个市场了后，是不是会冲击到咱原来的在畜牧业这个养殖户那么伫这个当中咱市政府为了要来替咱的民众伫这个健康的方面来把关，搁有嘛要来为着咱的这个畜牧业这个业者互因有因相当的这个权益啦那么伫这个当中呢，咱市政府呢来推出咱国产猪的这个标章。那么这个过程搁有咱以后的一寡计划咱今日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农业局畜牧科科长，咱张耀仁科长搁有咱台南市的这个肉品市场的这个副总经理杨青龙副总经理。要来甲咱做伙来关心这个议题。那么咱节目一开始先邀请2位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科长你好。美丽的主持人好，云姐你好。谢谢。副总经理你好。你好，谢谢你好。那么讲到这国产猪的这个标章咱先来讲一下咱即马目前啦都我有讲咱台南县市还未合并升格进前，咱台南县原本伊就是一个农业大县嘛伫这个当中有做侪种产的啦搁有做侪畜牧业，有人是饲猪，有人是饲牛啦那么这个当中咱即马目前咱合并了后，咱即马台南市这个畜牧业这方面的状况是安怎？是不是请科长给咱做一个介绍？台南本身饲猪的这个事业，伫咱全国来讲，伊的使用的架数佮场数大概是排第4名。就是头前就是这个像屏东、云林、彰化然后过来就是咱台南遮。所以伫咱这个今年5月份嘛，拄好做一届养猪头数的调查。这调查的过程中咱就统计起来，全台南
现有的这个猪场吼是595场，啊，这个饲养的只数吼将近60万只，吼啊，若讲伊迄个占的场数，啊个迄个头数较迄个头前名吼是咱这个北河吼北河区，啊，过来就下营区，啊后壁区吼，这三个迄个区域吼是这个只数上侪。那么当然啦，即马总统吼伊来宣布讲要进口咱的这个美国猪、美国牛啦吼，对着咱的民众来讲吼，最近哇吵吵闹闹，真正吼每一天吼咱电视看到啊，吼媒体看到的这个议题拢是啊，这个美国猪、美国牛啊进口吼，那么有的人就是当然伊烦恼的就是讲哦，啊这美国猪啦吼，有迄个瘦肉精的这个问题嘛吼，啊，所以呢，伫这个当中吼，咱市政府吼已经真早吼，咱就是已经吼有这个猪国产猪，这就是要甲咱的美国猪来做一个区隔啦吼。是。那么伫这方面啦吼，咱科长是毋是甲咱的乡亲做一个介绍？咱蔡英文蔡总统吼，伫8月底都宣布讲，未来咱新的这个美国猪肉进口的政策，所以咱黄伟哲黄市长伊嘛有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准备，吼，伫咱8月底时阵嘛，是请咱农业局、卫生局，哦相关的局处，针对讲要安怎互咱的消费者足清楚去了解咱国产猪肉，吼，迄阵就就是有一个政策。国产猪肉标章是，啊，这个国产猪肉标章，伫咱8月底开始推动，吼，啊，这样陆陆续续，吼，拢咱包括公所才会斗3工，啊，包括咱的业者对咱这个认证的一个认同，所以拢申请到这一定有大概1000外户1000外场个店家吼有申请，啊，然后这个国产猪、国产牛的标章吼，就像我。倒手边吼，咱的这个看得到，两个一个猪啊，一个牛啊，拢足高水的哦。啊，当然咱嘛标榜讲，咱店家伊就是使用这个国产的猪肉、牛肉吼，对咱来用这个标志。这就是讲，比如讲咱去这间餐厅，是吼，啊是讲这间小吃店食物件的时阵，伊若是有打这个。标志就是表示讲，因即内底用的即个肉，吼，就是咱的国产猪啦，或者是国产牛，所以咱只要认即个标志、即个 logo， 吼，咱入去食的时阵，咱就当选择嘛，吼，选择讲，你想要食国产猪，看即个标志的知影讲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啦，哈，家己就是出土的这个国产猪、国产牛啦，哈。那么伫这个当中吼，就是讲，除了说餐厅以外，啊，咱若是讲，比如讲去超市，还是讲，咱传统市场有无迄肉店有无吼？啊，咱敢有这个标志？好，来，我甲咱各位观众吼，来做一个说明。咱嘛将咱这个起户的局处的合作吼，我农业局除了甲卫生局共同推这个标章吼，而且做后面的食安稽查以外，佮包括讲咱起户的经发局吼，因嘛加认真在推动，因为本身传统市场就是咱经发局的市场处因在负责，所以因透过市场处甲咱这国产认证的标章吼，甲发去咱的肉店吼，互咱的店家也当做骄傲的，把这个标章打出来，啊，对消费者，我来这猪店买的肉就是国产的，吼，因为咱标榜的全店，吼，你看得到全店，吼，唔是讲其中一块肉，然后一块肉唔是咱国产，咱就希望讲伊这都卖去挂这标志，对，啊，所以除了这以外，还有伫这个大卖场，吼，人咧伫经发局这边冇。甲咱的店家规划来讲，因可能无大标记，但是吼，会当伫因的一个专柜，哦，这是这个是国产猪肉的一个专柜，哦，消费者来到家就查讲，这个不管是台糖的，还是啥物公司的，但是都绝对是种国产的肉。是。那么吼，咱的这个标章啊，吼，伊的认证的标准的，比如讲。是因比如讲吼，我饲的啊是台湾的猪啊，我都有这个标章嘛？还是说这个标章伊认定之前，除了说是我本土以外，啊，搁有比如讲吼，咱会烦恼讲
伫这个当中吼，可能注射啦，还是讲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吼，是毋是有一寡吼，咱可能会烦恼的代志？这部分是毋是嘛？请咱即摆我先说明吼，因为咱就是超前部署，咱是优先吼，就讲针对吼消费者知影讲这是国产的猪肉、牛肉，所以咱业者店家来申请的时候，咱会请伊吼，就是爱测格。当然，至少要先要自己哈认理清说，伊用拢是国产的肉。当然，伫农委会哈，前几工伊嘛有公布一个哈，那个国产猪肉标章。因为咱这两个标章有什么差别呢？伫咱看得到我左手边这个标章是咱台南市专用。然后农委会伊迄个是议定吼，11月份要接受咱。店家的申请，12月份开始发这个标记，1月份配合美猪美牛开放政策，以内，这都开始上路，当然迄是全国性的，就像 CS 一种概念安当然这个过程中，咱美丽的圆圆姐有讲者讲吼，咱这个消费者除了要知影国产的肉，佮要知影讲刚好这个食安上的。那问题的部分哈，我们都会去结合到那个市府的食安稽查的这个团队哈，大概就会来针对这部分哦做一个努力哈。谢谢，要多发他几次来上节目。那个头拄啊，咱科长有甲咱做详细介绍啦吼，就是讲这个是属于咱台南市政府的标章啊吼，咱算讲农委会吼，伊家己嘛有一个标章啦吼。是毋是讲，后摆咱伫个市场顶悬看到有变成有2个标章啊？这个咱大家当放心，因为吼，其实市长嘛拢有注意到这点，所以阮其实最近就甲农委会跟咱中央特产会吼，就咱即摆一定有通过这店家要安怎甲衔接转换归这个全国一致性的，也就是说，当然伊嘛当。很骄傲的继续甲咱的，这是咱一个阶段啊，甲继续打但是我嘛同步甲呼的讲吼，这个全国性的，安尼大家迄个增加更多的认同度。当然，农委会推动的是国产猪肉标章牛肉的部分，现在是因并无推动，所以咱这台南市专用的吼，牛肉的标章，咱依然会甲保留起来。因为咱台南市里边吼。主要讲咱西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入来了吼，有人在吃牛排嘛吼，咱吃牛排嘛吃很久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在吃牛排，可是后来哈，慢慢的大家哈很喜欢吃我们台湾家己的咱拢讲温体牛啦吼，就是讲清烫牛肉哈，那种清烫牛肉哈，很多人吃了之后都知道它很美味嘛，因为伊也是新鲜的哈，不是进口，因为进口还有一个过程哈，这个当中可能搁冷冻啦哈，所以伊的迄个美味有时候也有一点点消失。咱台南家己本土这种就是讲咱的牛肉哈，清烫的这个牛肉都是当天现宰的哈，所以拢特别新鲜。所以有的人哈就是要吃它的鲜，所以拢食伊的清汤哦。那么这个当中哈，其实咱本来咱的对这个很，就是说大家就很喜欢哈。伫这个当中咱家己来。食这个咱家己台湾的这个牛肉吼，对着咱的民众，就是讲咱市政府搁家己做一个把关吼，这互咱伫这个当中吼，咱的民众吼，较可以去区别嘛，会当吼，家己对家己的健康有一个安心啦吼。那么好多咱讲到这进口猪进口牛入来了后，当然吼，除了讲咱民众消费者伊会关心咱的食安的问题以外。搁有就是讲，他说咱有讲嘛，台南县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县，有足侪即个养猪户甲养牛吼。说咱嘛有讲这伫台湾来讲吼，养猪是第4名嘛吼，所以这算讲饲地人真侪。那么这个当中吼，就是讲咱台南咱的这个进口猪牛进来了后，当然伊会去冲击。加减一定会去冲击到因的这个权益是讲因的市场啦吼。伫这个当中，我知影讲咱市政府嘛会替咱这业者做一个吼，算讲权益的这个把关吼，咱是安怎做？我正个说明这段吼，就是讲伫农委会以108年的这统计数据内底吼，这个国产规个猪肉那个消费量吼，若是100%来讲，咱其实台湾的国产猪肉的那个消费量是91点多%啦。剩的大概8点多%，开始讲这个进口肉。其中
那个跟美猪的大概是降1%，所以以这个过程中来看的这美猪每年开放起来，对咱的这个冲击比较没有那么大，而且这进口吧就农委会看这个数据，因其实拢是这个上去迄个深加工，而且那种就是要那种再一次加工的一个食品，至于讲咱伫店还是去大卖场卖，消费者买会到的，拢是国产的猪肉为准。那么他拄咱讲到这就是讲咱在替咱的这养猪户、养牛这畜牧业人做一个把关啦权益甲因替因算讲争取。那么伫这个当中就是讲，来到咱的这个餐厅的时阵餐厅的业者伊要互咱的民众知影讲，阮是用台湾猪用咱本土的这个牛肉。那么伊要来申请这个标章的时阵，伊是不是要有一寡咱的这个标准？有。本身伊也有这个营业登记，当然，咱台南市的这个标章咱是讲切结，然后后面要接受我们市府的食安稽查去追查看伊敢是这个使用国产猪肉。当然啦，搁后续咱甲辅导来甲农委会这边来结合大概因爱提供爱申请的时候要提供的资料，佮包括各爱有这个猪肉来源的这个佐证资料，当然伊迄会再结合到溯源这一个区块，当然伊这个细项因农委会前刚刚公布这个标章也办法拢搁咧规划，当然这是伫消费端的消费者的部分。当然我想讲借这个机会，我嘛是甲大家报告讲咱包括市府对咱养猪的朋友咱拢有一寡工课就陆续即马计划开始咧写，然后准备要来提案。就包括讲因为咱这对咱的市场也是这个屠宰场真重要，就讲包括屠宰场的设备的更新啦。因为毕竟这要符合 HACCP 这是国际的标准，这嘛是农委会未来希望推动的。佮包括讲养猪场咱有的你看有的场可能时间有较久，设备有较久，伫咱会当的范围内，咱来甲争取经费来甲设备更新。佮包括讲咱就是猪仔的死亡的保险，因为互咱的这个猪农的损失减少。佮来就讲咱嘛是爱多元整合的行促销方案，因为毕竟好的产品爱透过咱像咱这个袁姐这边这个推动的介绍互咱的消费者更加知影这个好的物件是食。是，那么咱知影市政府当然还如你讲的超前部署嘛伫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当中咱有一个台南5招有够赞。什么叫台南5招有够赞？跟咱做一个介绍好吧？是，就是讲市长伊嘛真认真，嘛真用心伊毋是讲这个工课，伊知影讲爱结合规个咱市府的局处，所以包括讲咱农业局针对这个认证标章的那个发放这个部分由阮农业局来负责。然后像这是叫品牌自信，个另外主题旅游，就透过像咱管理局来结合这在地特色小吃，规划这个专题旅游路线，个食农教育，因为互咱的学生囡仔，不管国中、国小，甚至高中，咱会知影讲，其实国产的这些产品是足够多、足赞，所以有一个食农教育。当然个经发局伊就透过经发局，甲咱这包括南科，包括咱的这工业区，这厂商伊拢有团扇，甲鼓励嘛，甲介绍讲会当用台南的国产的猪肉。最后一个讲通路区隔，就他有报告讲大卖场，咱透过经发局都一直咧鼓励讲有一个专区，消费者直接来到因的店家，伊就讲我来这个所在买，拢是国产的猪肉。是。那么咱今仔日感谢咱农业局咱畜产科科长张耀仁甲咱安尼讲遮尔那济咱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啦另外还有一位贵宾是咱台南市肉品市场的这个副总经理啦杨青龙杨副总经理我在想啦咱民众对着这个肉品市场虽然听过，可是好像我们比较少在这个媒体
看到我们肉品市场的一寡吼，这个介绍，是不是先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咱肉品市场这间公司伊的内容、工作内容是啥物货？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吼。啊，首先我来介绍讲咱肉品市场咧从事的是啥物业务啦吼。第一，阮肉品主要的业务是从咱农民所用的饲的猪啦吼，阮每一工需要的量，阮来调配入来，互咱遮的生销人像咱的猪店啦吼，啊冷冻厂啦，来进来拍卖竞标。竞标以后，如果是冷冻厂的话，它是把毛质佮车碎因的场去屠宰。若是咱一般传统的市场，因的劳力市场了后，进行屠宰了后，运送去因的要卖所在。咱讲的讲猪店啦，所以咱准伫咧卫生的把关，咧食安的问题，咱政府做了最好。因为你毛猪，离咱业者、咱的农民要出来，咱就去伊的牧场，伊的猪咱去遐抽血，去检查是有用到不合法的药品。各位观众朋友吼，大家报告，咱准目前咱台湾的毛猪，瘦肉精是零检出来，足安全。毛猪要进入阮公司，咱的农民嘛爱写切结书，它没有含那个任何禁料。入来到阮的牧场，等待要拍卖，阮中央市场要派驻的兽医师，伊嘛会去遐抽血，去抽查对啦。所以是足安全的。来了后，咱的消费者会当到咱的猪店有 QR code，你把它手机把它扫描，就可以追查它的来源。是。所以目前咱国产的毛猪是用肉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大家会当放心，来用咱国产的毛猪。主要阮爱调配这个毛猪，每一日消费者的需求的量。来平衡你的毛猪的价格。是。主要这是阮。以前咱讲台猪的吼，即摆已经袂当家己私宰啊，吼，即摆就是爱去到公家的这个单位吼，较会当甲这伊有屠宰场嘛吼。我会记我捌去过迄个肉品市场，吼，入去了后吼，迄猪啊叽叫吼，然后呢，迄猪啊吼，搁有迄个主人啊，那个赶吼，好像在选美一样，要绕一圈。速度很快。我有看人在水一轮吼，然后听了猪啊叽叫被屠宰嘛吼。那么他拄啊吼，咱副总经理已经有甲咱这个屠宰算肉品市场的一个业务吼，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吼。我要搁介绍就是讲，咱即马吼，咱肉品市场才有家己的品牌啦吼，叫做上品屯啦吼。是不是借这个机会，甲咱的乡亲朋友吼介绍一下？因为咱国人的消费习惯吼，已经多样化吼。是。像话以前牛肉较无去食，阵嘛较有咧食。有牛肉、羊肉、温体肉，所以已经多样化。这个毛猪的肉需求量了有渐渐有较少。所以咱要来创造咱农民的收益吼。所以阮来推荐这个上品屯的肉品加工。阮配合的厂商吼，伊拢爱经过 ACCP 吼，ISO 2200的迄个检验过的厂商，阮配合来生产一寡遮肉类的产品吼。就阮生产的有水饺啦，肉片，香肠，品种差不多有10几种吼。欢迎咱消费者吼会当。这嘛是算替消费者做一个把关啦，吼，因为经过咱政府的这个认证了，咱食到的这个产品吼，应该都会比较安心，嘛比较安全啦吼。那么另外就是讲，咱即嘛吼，当然啦吼，迄个进口的美国的入来啦吼，咱对着咱台南市遮敢有啥物冲击？搁有就是讲，咱遮的产品啦吼，咱要买的时阵要去啥物所在买会着？咱这个产品吼，阮主要就讲会当敲电话直接就阮公司来订。我就逐日讲者阮的电话，敢会使？可以。阮这电话是5835102吼，转23吼，可以电话来订购。上网搜寻上品屯也有了吼。那个我们的脸书搜寻那个上品屯，阮的来官方就是讲台湾市肉品市场。是。这拢会当。个咱有伫
大成安心购吼，伊的迄个展示遐，咱原来有咧贩卖安尼。是。我先说嘛，宣导一下哦，因为吼58351011有的人确定啊讲的袂记一字啊吼。我有一届咱的节目是咧讲小黄公车吼，啊，我伫咱外口吼咧食物件的时阵，有一个人算观众啦吼，咱的乡亲啊，走来甲我问讲，小黄公车的迄个电话要卡几号？我嘛袂记一字啊。我甲讲哦，我讲安尼啦，你去等去找 YouTube 吼，甲这个影片给吹出来。吼，佮甲重新看一次吼，伊若你讲的时候，你甲记起来啊，所以咱的乡亲吼，你即马电话记袂起来袂要紧吼，可以看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吼，啊重播吼，你就会记得即个电话号码啦吼。那么咱今日吼，真感谢两位吼来甲咱介绍咱的国产猪啦吼，互咱的民众就是说有个咧心肝吼，安尼小可安尼担心，还是噗吼，啊，即马咱就会当吼放心啦吼，啊，今日感谢咱两位哦，科长先跟我们做个总结好不好？即嘛吼，咱这个虽然这个政策是美猪美牛伫明年开放，但是咱包括咱市政府，包括农委会，相关照顾咱的养殖场，顾着咱的消费者这个部分吼，拢会伫咧思考，包括相关的这政策啊、计划，吼啊，当然，这个过程中，咱拢希望讲吼，互咱消费者食了安心，互咱的养殖场吼会当继续赚大钱，这是咱一直爱去努力的所在。是，谢谢。那么副总经理嘛，甲咱做一个结尾。因为准吼，迄个美猪美牛的进口，啊是啊，咱若会当讲拜托咱遮的消费者、咱的民众吼，啊尽量来用咱国产的毛猪，咱国产的毛猪猪肉是一个严格的把关，啊是一个大家放心来使用，啊来互咱的农民吼创造最大的利益吼。感谢各位。是科长是毋是代替咱市长嘛？甲咱的乡亲朋友讲几句话？唔敢啦，但是吼嘛是咱做伙来努力啦。就像市长吼，拢一直讲吼，做得更好，过得更好。啊，这嘛是阮一直吼最高指导原则。是。咱今日感谢吼，咱台南市吼，咱农业局畜产科科长吼，咱张耀仁科长，啊，搁有咱台南市肉品市场的这个副总经理吼，杨青龙副总经理哦，来甲咱介绍吼，咱国产猪啦吼，因为毕竟呢，这个咱美国猪、美国牛入来了后。这段时间吼，媒体内底逐工吼，拢安尼沸沸扬扬，拢伫遮咧讨论这个问题吼。啊，不管安怎讨论啦吼，你若无实际去看到，其实光讲也没有用啦吼。啊，咱今仔日吼，请两位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这个介绍，互咱的这个民众对着咱国产猪、国产牛哦，伊有一个出透明的这种的了解吼。啊，对着咱市政府安怎替咱的民众把关吼，啊，佮有替咱的这养畜牧业啦吼，因这业者呢，算讲嘛来把关因的这个权益。我相信呢，咱的乡亲朋友吼，应该是会当真放心啦吼。那么今仔感谢两位，我是婉婉啊，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